喺內地，公司有法定代表人要對公司嘅行為負責，但係香港其實係冇呢個制度。咁公司由邊個做代表，又由邊個負責呢？香港公司係獨立嘅法人，唔係靠一個人代表，而係由以下幾類人負責公司嘅事務。第一就係董事 （Director）， 喺公司管理層嘅核心，有權代表公司簽文件、做決策、處理業務。第二個就係公司秘書 （Company Secretary）， 負責合規事務，例如向公司註冊處提交文件，但係一般冇權對外代表。第三就係授權代表 （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）， 公司可以透過董事會授權任何人處理特定事務，例如簽約、出庭。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規定，董事係公司嘅法定管理人，負有法律責任。佢嘅責任包括有以下呢幾點：第一，遵守法律啦，董事要遵守公司條例、稅務法、勞動法呢啲相關法規。第二，忠誠責任，以香港嘅公司利益為先，避免利益衝突，例如唔可以私下同公司做交易。第三，謹慎義務，要用合理嘅判斷、專業嘅知識作出明智嘅抉擇。第四，財務報告責任，確保公司按時提交真實準確嘅財務報表。第五，披露義務，涉及自身利益嘅交易要主動披露。第六，監督責任，要監督公司嘅運作，確保公司嘅管理層跟足政策。第七，防止濫權，唔可以濫用職權，例如挪用公司嘅資產啦。第八，保障股東嘅權益，做決策嘅時候要考慮股東嘅最佳利益。第九，合規性，確保公司係謹守章程啦、政策啦、法律標準。第十，責任承擔，如果失職或者違法，董事可能要承擔民事或者刑事責任㗎。所以咧，如果公司涉及刑事調查，相關部門通常會聯絡董事、高管嚟到追究責任。所以香港咧，其實上市咧好多時候都會為董事買一個保險嘅，個保險咧就叫做董事與高管責任保險，咁保障佢咧萬一出咗事唔使自己賠啦。咁但係值得留意喎，香港做公司秘書咧都需要牌照嘅喎。而我哋咧就係可以提供信託同埋公司服務，我哋有呢個牌照，包括可以設立香港公司啦、離岸公司啦、股權架構啦，仲可以做公司秘書，處理年審、股權轉讓、人事變更，甚至清盤咧都可以一站式搞掂嘅。有需要嘅話，歡迎隨時了解我哋。